在我们的《梁祝》中，我饰演的是呆头鹅梁山伯。舞台上开始塑造人物，真正在舞台上体现，就是你的思考和你的理解是最重要的。我叫陈丽君，我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小生演员。在亚运会上，我们的戏曲演员的亮相，还是有很多人去赞美，哇，好漂亮！这个意义我觉得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向其他的就是外国友人展示了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底蕴，我觉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一次纪念。我的家是嵊州嘛，发源地，所以我从小就是有接触到越剧的。小学音乐老师他特别喜欢越剧，然后他就觉得，我特别的适合这个专业，然后他一直推荐我去报考。13岁的时候，我正式的进入了嵊州艺校，走进了这条道路。越剧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戏曲艺术，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在戏曲界中就是非常的青春。越剧自发展到现在有100多年历史，在它的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许多其他艺术种类的这个特点和优势，我们就会加以越剧化，让它更加的具有特点，让越剧更加的丰富。是为亚运会的这些来到杭州的新的一些观众，我们做了一个其实是一个精简版本，保留了这个《梁祝》中就是必要的一些剧情和唱段，做了一个80分钟的版本，让大家可以更加没有负担的、比较轻松的，愿意走进剧场来看一看我们的越剧、我们的戏曲。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它就是一个全女班的剧团，就是在台上表演是没有男性的，所有的男性角色都是由女性来扮演的，这是我们的一大特点。在舞台上是要呈现这个角色、这个人物，但是你成为这个人物之前，你首先得是一个男性。在这个准备过程中呢，是我前面那么多年的在艺校学习的生涯中，可能点点滴滴，从你声音的训练，从你可能身段的训练，哪怕是脚步的训练，就是全部都要去修饰自己、改变的。就是第一次看到，就是回到女装的祝英台，然后他看着他，他想跟他说点什么，但是突然他变成了一个女孩子站在你面前了，而且他还自己把她许配给了你。我想说，但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他就对着他，然后他就开始笑，我怎么都笑不出来。然后我去学习老师的笑，我去练，你知道吗？我就很傻，那个时候去学那个哈哈哈哈，但是怎么练都不对，因为这不是练出来的。当你真正理解之后，你就笑出来。他可能是我陈丽君的寒带，但是他也是属于就是我理解的梁山伯他出来的这种含笑。在练功房里面苦练很久，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基础。但是真正到现在，慢慢的在舞台上开始塑造人物之后，我觉得就是真正在舞台上体现，就是你的思考和你的理解是最重要的。我是08年来到杭州的，我觉得杭州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典雅的城市。我觉得它是非常的适合创作，也非常适合这个艺术的这种氛围。古代也有很多的诗人在杭州留下足迹，留下这个作品。我觉得我们越剧这个唯美诗意的气质跟杭州是非常的符合的。我们越剧成为了这个浙江的一张金名片，经常代表浙江、代表中国，可以去出国去进行一种文化的交流。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性，我们要去寻求当下这个时代它的时代精神，它这个当代性，我们要把这种年轻的这种思考和理解放入到就是我们所在创造的角色啊和作品当中去。我们就是年轻人，我们本身就和大家相处在同一个时代，我相信用我们这些年轻的思维去创作，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定有着共同的审美和理想，我相信我们可以有共鸣。